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伫伊的所在有关联甲欢喜。百姓中的合作啊，恁着将关联荣光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荣光归乎耶和华，着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。这是咱来吟圣诗讹了上帝。圣诗第71首，圣诗第71首，我心讹了祭还上帝。我心讹了祭还上帝，万民拍败伊骹下，赎回伊地，赦免满满。咱着讹了来问我，讹了敬奉，讹了敬奉，讹了永远活分王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新的界面，新的界面，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后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所讲，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，这个了解是全大甲生理的总分后，我用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你着三听，亲像我来听你。你若不安尼三听，你若三听，这人要对咱的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这是咱来交读批英文，批英文第22篇，有圣诗后壁。
考验文第22篇，也是诗篇的103篇。我来考，大家来念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。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。用好面祝你的心愿。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。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。当离开西有偌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咱的体质。论到人，伊的日子亲像草。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，为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。恁遮个有大官能的天使啊，听伊的声，正伊的命令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各位，拢着学乐耶和华。圣诗第282首，圣诗第282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。感谢上主至大仁义，伫日时学乐，伫暝时我感谢。安尼服侍也无够力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Oh
请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阮要学了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关台甲盾牌，也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我靠你的人是有福气的，阮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。你实在牵得阮一生的敬拜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阮知阮的罪恶虽然极大，总是上帝你的怜悯搁较大。求圣神照光阮，互阮看见家己的亏欠，也赦免阮肉体的纷争甲软弱。求你的保护掠砍阮所有的过失，洗清阮一切的不义，互阮永远得到救恩的快乐。主啊，阮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确信每一摆阮祈祷，阮会当摇动你的手。伫祈祷中，阮会当看见上帝伫不断地动工，迄是阮人所袂会做的事。阮要为着台湾即个土地来祈祷，求主互政府首长甲政官员有智慧甲谦卑的心来治理国家社会，照着上帝的公义来带领百姓。特别为着最近食品安全的问题，以及对家庭、婚姻、价值的维护，迫切恳求主来转化人的心，医治即个土地。照你所应允的，阮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你的面，活转离开歹的路，你要对天听阮，赦免阮的罪，医治阮的地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当接近年底，阮也为着圣诞节侪的事工在筹备。求主帮助阮，借着即个节期，互阮通过所有福音的活动，互阮的厝边、阮的社区，拢会当知影主耶稣为着人出世的好消息，吸引人来就近你。主啊，愿阮摆列伫你面前的祈祷，得到你的感纳。也求主你帮助由传道，互阮对伊来领受你的真理。那阮要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2节，以及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到第11节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第8章第12节，因为已经有这号热心，就得到接纳，是照人所有的，毋是照人所无的。第9章第6节，若是我讲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，无伫烦恼，无伫勉强，因为欢喜提出的，上帝听伊。搁上帝会互逐项的恩典充满到伫恁，互恁凡事常常充足，通行逐项的好事有够满满。照所记载讲，伊有大写诗，伊有真侪颂扬人，伊的字永远伫地。搁赏赐经济互野个，也赏赐美妙互人食的上帝。伊要赏赐伊恁通野的种子侪侪，也要加添恁行基的果子，互恁凡事充足，
甲有逐样的好心。即个好心就是托用阮来递到人感谢上帝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主赐互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